海军的新兵营区明仔载就要正式对外开放。若今仔载起，海军伫高雄的新兵港举办营区的开放仪演，包括3只国字军舰塔江号、玉山号，拢开放民众爬起嚟参观。这嘛是玉山号头一届对外开放。他也知道妈妈要打仗，还有什么的，学校也会跟他们推广，因为毕竟是他们长期从小就在接触海军的，所以他们其实从小就对于这个，其实他们都有概念。玉山军舰的全体官士兵们，在经历了600多天的接装训练、成军训练、作战测评，终于在今年的6月19日正式成军，为海军添增新血。海军伫这届开放活动等军力，包括刺针飞弹、雄风飞弹等等。搁有外界上关心的3只国字军舰，也就是玉山号、快速布雷艇，搁有塔江号。最近中国的航空母舰才驶进过大海，海军是这届借机会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。